我喺澳門着唔到89號就係因為佢。以前當一個偶像咁樣睇佢嘅，跟住做 friend，天道酬勤咯。哇，好超少啊！一冰鎮蝦招牌菜。1、2、3，完咗！係咯。Hello， 歡迎嚟到歐聰咯 Kiseki Channel。即係我哋過去拍咧，專登剪咗頭髮，我出人頭地喺呢鋪。我有一個澳門關啊，準備去球場。好，大家睇到啦，而家到啦，終於我哋由香港到澳門，咁就而家到呢個奧林匹克體育中心運動場。呢個比賽場地奧林匹克體育中心運動場啦。以我所知，應該澳門甲組大部分嘅比賽都會喺度踢嘅。咁而家我哋出發啦，去比賽。而家到咗球場啦，咁就睇到我呢隊波個名就叫做新科宇宙之星。咁要去更衣室先。喂，好啦，而家呢啲佢呢度就係即係呢個運動場嘅每個更衣室，每個球員會有自己一個嗰個 locker 啦，當一個位咁樣。OK， 咁啊，如大家所見，今日我哋全華班全部土炮本地陣容 ，OK， 走呢啲位，俾人哋走到呢啲位 ，OK， 早少少落翻去，黐翻上去。而家出去熱身啊，都唔錯啊！佢呢個好朋友楊仔，我喺澳門着唔到89號就係因為佢着咗，所以我而家要着22號。熱身開始，快啲交啊！要令到佢哋踢得唔舒服嘅。好 ，OK， 盡力去踢。1、2、3，完咗！OK， 翻去更衣室先，我哋。更衣室啦，翻去更衣室啦。辛苦大家。下半場 ，OK。慢慢嚟，前翻走。好跑。咁啊場波踢完啦，咁其實今日已經知道我哋對波唔係有外援，咁因為其實喺澳門或者喺香港啦，你試下如果對波冇外援，你都係好難踢。咁其實澳門又唔係職業波啦，所以你無論外援又好，本地又好，根本即係可能踢波比賽嗰日，如果佢撞正有自己嘅嘢做，根本足球即係比賽就唔係佢嘅第一選擇，所以就唔會要求到啲乜嘢。所以今日都幾好啊，即係大家盡力去做，大家都成班本地去對一班。算係而家澳門係數一數二嘅足球隊，咁你都見到可能有好多外援啦對面，所以我都覺得一個好好經驗嚟嘅。即係對我自己，因為我過嚟澳門踢波係，其實我係想自己 keep 翻住個狀態啦。其實我又冇話係而家話係退役嘅。所以我一直都可能等緊機會，睇下之後冇機會，可能再翻港超啊、成啊。咁我自己本身又係澳門身份證啦，自己本地人。咁比較相對喺澳門溫球會就比較簡單啲。即係今日大家都努力啦，所以我都 OK 嘅。咁想講多少少，可能你見到呢個球場咧，我覺得係幾好啊。因為你譬如我揀咗去翻香港踢甲組，咁可能甲組都係踢火眼草，自己中意係踢真草好啲，因為我自己之前隻腳受傷過啊。所以真草度嚟講係相對係比較舒服啲嘅，即係隻腳會冇咁容易受傷啦，所以呢個都係我嚟澳門踢波係其中一個選擇嚟。頭先一嚟到球場，你都見到啲更衣室啦，一啲球員嗰個心態，原來哇個更衣室都幾靚喎，球員。去到更衣室準備比賽，掛件波衫，影張相俾人睇，都覺得咦靚啲啊！咁因為我之前喺香港，即係可能旺角場先可能有呢啲質素嘅更衣室咯。但係如果你話落翻去區隊啊，可能斧山道運動場啊、北區運動場啊、即係青衣運動場呢啲，你冇自己一個位置去放衫啊，根本上有機會你太多人，你基本上係攞張膠凳，你就咁擺自己啲物品喺上面啦。如果我覺得香港足球可以每一個主場都可以有一個係課比賽嘅更衣室，我覺得會再令球員們係更加投入啲、落力啲啦，因為始終即係我覺得呢一 part 對球員嚟講都好緊要。今日就係咁啦，咁而家我哋踢完波，咁就去食嘢啦。咁比完賽啦，呢個我朋友楊仔啦，咁次次佢都嚟招呼我嘅，接我去比賽，之後踢完比賽之後再帶我去食嘢嘅。呢間叫師傅仔嘅，
大家如果過開嚟澳門都可以食嘅，即係呢啲類似大排檔咁啦，有鑊氣，價錢又好合理啊，都係即係你睇下呢啲餸都係60零蚊，喺香港嚟講係算一個算平價啦，同埋都好大啲好抵食嘅，所以大家有時間可以過嚟啦。即係嚟澳門踢波，即係始終都唔算話係一個職業嘅足球啦。過到嚟比賽之餘，咁可以食下嘢，對我嚟講即係見下啦，見下我 friend 咯，都係啦。呢1-2年喺日本翻嚟，我都揀喺澳門踢波，所以我自己都覺得幾開心。即係喺一個足球員嘅生涯尾段，可以嘗試更多唔同嘅足球文化，我覺得對我嚟講都係一個體驗咯。計過有冇？哇，好少少啊！呢個冰鎮蝦招牌菜。咁就嚟到最後一 part， 就我想訪問我個好朋友楊仔啦。咁多年以嚟，佢對我印象係點呢？我想就而家問下佢先。印象，因為始終細個05年睇 Nike 廣告就認識你呢個人啦，跟住然之後10年就機緣巧合就喺澳門撞到你，就揾你影咗張相。因為你嗰陣時喺香港已經係好出名啊。13年咪機緣巧合，跟住佢又過嚟踢波，跟住就識到，跟住就一齊去食飯，跟住就問仲記唔記得我啊？跟住俾翻張相佢睇，跟住就慢慢熟絡啊，跟住互相 follow IG 啊，跟住即係由以前當一個偶像咁樣去睇佢嘅，跟住做 fan， 跟住然之後到佢外闖啊，即係天道酬勤咯，係啊，跟住咪見證住佢一步一步嚟，但係呢個世界就係好多鍵盤俠㗎啦，係啊，都明㗎啦，係啊，不過唔怕啦，做到嘢俾人睇咪得咯，係啊。今集就到呢度為止啦，咁希望下集再見。咁大家記得 CLSS 我。好，而家回程啦，翻香港啦，下集見。